咱是3档1轮，3档1轮就是要平和些啦。咱即条图就是要甲咱看足清楚的，讲秋天就用咱的细胞，伊叫第5行叫做金。咱冬天就是用咱的心，伊的5行叫做水。所以当咱若感觉咱来对一个丈夫，哪一个丈夫比较不好的时候，譬如咱们觉得肾脏不大好，咱会当利用伫即个冬天的时阵好啊调用。那伫个春天，伊就用咱5脏内面的肝，伊上补嘛。咱若感觉肝较歹，伫春天，咱就会当来顾咱即个肝脏。咱要安怎顾？咱《黄帝内经》拢有甲咱教，所以咱来读经有足侪好处的啊。然后夏天嘛，夏天用咱的心，心会较大。咱要咱伫个夏天过日子，伫个夏天要食啥？对咱的心有帮助。然后即个脾就是长夏啦，5脏爱下即个咱有4季嘛，其实佫有一个长夏，咱有感觉拄仔用特别久的咧，拄仔用特别久因为伊佫有一个长夏的话，咱要讲到四季，咱就爱讲20季节。24季节，若阿嬷拢较知啦。我去细个时阵拢时常听地妈妈因讲，阿进迄落清明啦，阿进叫做谷雨啦，地夏啦，小满，咱拢毋知影。那其实一冬内面15天就一个变化，15天一个变，等于每一天2分钟的变化啦。15天有一个季节的变化，就是安尼。所以咱立春是一冬内面24个季节当中的第1个立春。立春了后，咱佫有一个清明，清明是爱食啥？清明爱食啥？月饼。爱食月饼，还有一个寒日伫有一个寒日伫的咱伫个万物生长的季节内面迄个阳气开始要生花，就是伫个春季立春。伊会互人感觉万象更新的气息所以这个时阵咱人的肉体会感觉新陈代谢足旺盛来，那自然就较无病嘛同款假使咱有一寡病伊嘛会伫即个时阵足活跃的所以有一寡传染病伊嘛拢伫咧立春所以春季伊是咱肝病的高发季节啦。所以有一句话讲啥物？地田不如红春啊！就讲你要认真做事，你要栽物件，你无到春天你栽袂活啦。那你要行善，你要做善，你无有着言你要做嘛不知所以然啦。那巧辩不如诚实，迄支喙做5辩呢，不如咱老实实来做人啦那考官不如选佛，就是讲有时咱若要修行咱要好好修行比起参加啥物考试搁较好啦或许毋知影要安怎去较好的解说啦伫个遮听或许讲甲安尼哩啦啦，不如咱先来看一块片让或许的心静一下。先生，等一下，这位小朋友问题，大家要好好回答哦。这位同学，你说这个地球仪为何会起天23度半？这不是我弄的啊，不是你弄的，这是哪门子答案？这位同学，你来回答我。这也不是我弄的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老师，你说这来的学生怎么了？这真的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斜斜的。啊？买来就斜斜的？校长，这是怎么回事？说来惭愧，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所以就从地产买来站桩。下次提校问题。看有讲看一个同学到学校去视察。校长，这班是什么班？不了解状况。是自由班。各位小朋友，这位是中学先生。等一下，这位小朋友问题，大家要好好回答哦。这位同学，你说这个地球仪为何会起天23度半？这不是我弄的啊，不是你弄的，这是哪门子答案？这位同学，你来回答我。这也不是我弄的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老师，
你说这两个学生怎么了？这真的不能怪他们。这地球仪买来的时候就已经斜斜的了。啊？买来就斜斜的？校长，这是怎么回事？说来惭愧，因为学校经费不足，所以是从地产买来战况的。下次改进，下次改进。有人都学到学校去视察。校长，这班是什么班？哦，是自优班。自由班。小朋友，这位是中学新生，等一下会问小朋友问题，大家要好好回答哦。这位同学，你说这个地球仪为何会几天23万？咱的地球本来就迄个歪歪嘛，拄则在邀请就是安尼啊，咱地球本来就歪歪啊，咱是一个笑话啦。地球本来歪歪，咱拢知嘛，然后咱就拄学伊去顺嘛，那老师就一个杀过一个。咱来讲到入春啦咱迄个20几节内面春天有90天，90天跟18小时那入春伊内面有雨水嘛，惊蛰、春分、清明，咱来讲到即个清明啦。咱伫咧清明的时阵是毋是咱拢爱食春卷？那为什么咱要食春卷？咱伫咧食春卷，咱是毋是叫做嘎春？嘎春为什么叫做嘎春？咱就是要甲即个春天甲嘎好掉，所以咱咧食春卷有含义的咧。咱咧食春卷就是讲春天刚开始，迄个豆仔类咱伫咧冬天是毋是有收成？咱迄个豆仔种子咱爱互发芽，发芽了到春天咱来嘎好掉。所以咱咧食润饼，有的人拢会爱讲，我爱食啥就甲淋啥，我爱食肉就甲淋肉，迄毋对呢。咱真正春天，咱要所淋的，就是一定要淋一寡芽菜，一定要淋芽菜。什么芽菜都可以，还是淋菜，就是讲不应该食动物性的肉。为虾米？因为咱春天就是好生嘛，春天好生伫咧一骨内面刚开始，咱有看到欣欣向荣的一面，所以咱来学春天的趣事所以咱无适合食动物性的肉。那伫咱伫一天内底所食着的物件，一定离袂开5项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呢？糖类对，就是碳水化合物。所以安怎食都袂跳出这5项啦。那伫咱若是安怎安尼食有毒素咧？毒素是安怎来的？毒素就是蛋白质来的啦。蛋白质，那蛋白质伊是属于高分子嘛，所以咱食了腹内一定会转换为阿莫尼亚。那阿莫尼亚，因为蛋白质伊爱变氨基酸嘛，氨基酸变酸咧，咱细胞才会吸收，互咱有 power， 互咱有动力，那囡仔才会熬大。那咱食老你蛋白质较侪，敢袂佫大？袂佫大，会增加咱的毒素尔。所以咱看年龄，咱这个年龄2倍质，咱就尽量莫食。2倍质愈侪，等于就是咱的毒素的来源啦。所以动物性的物件，伊的蛋白质特别侪，等于就是伊的毒素特别侪这就是伫咧5大类营养内底那24季节伊就分遮啦，2、4、6，伊有分像春天到遮。这4个季节就叫风季，所以伫咧迄阵风特别多。那搁再来第2个暖季，来有较伤热搁再来芒种交夏至则特别热了来即个雨季了来就秋天就较干，来到真就是冬天叫做寒。其实咱要过咱这已经大寒啦，等于过头仔就2礼拜，寒天就过来就入春啦。这是迄个24季节。拄则咱有念讲，绿田不如红春。你无到即个春天，你搁较不来做事嘛无效啦
咱唐代有一个禅师吼，伊叫做丹霞禅师，伊本来要就京赴客嘛，伫路中吼拄好遇到一个出家人，那出家人就甲伊讲一句话，讲考官不如选佛啦，那因为即句话，那即个丹霞禅师伊有体会到，所以后来伊无爱搁去，上京考试，然后伊就好啊修持，后来就变一个玄宗大师，就是伊玄宗大师所以伊伫咧，伊就伊就生出讲伊要去西天取经啦，因为以前经典是毋足涩，互人看袂清楚。那因为伊就听着考官不如选佛，后来伊心内想讲，安尼伊要去西天取经，互以后的人看经典会较好看。结果伊就做到啦。来，咱讲着四季养生嘛。四季咱拢知影，春夏秋冬嘛伊对应咱的五脏就是安尼对啦，安尼对啦，咱有第一就是安尼对。春天就是对着咱的啥？咱若冬天就对着咱的啥？对，嘛有五常哦。咱咧读册时拢捌读过仁义礼智信，咱嘛捌听过讲，迄个咱人爱学，咱所要啥物叫做修，啥物叫学，就是要学。五常三纲五常，查甫的就学三纲五常，那咱查某的咧就学三从四德啦，那伫咧五常内面咱若违背即个。